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來咧》，我是綜藝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又會同大家來小結一個小農，不過一個小農，當貼片咯，用蠻講咯，節目一路以來小結非常多嘅農民，也都可能係青年轉行、中年轉行都有可能，不過吼用各種各樣嘅工作都有，不過轉行都也講中年，實在係件多麼簡單嘅事情。不過今日來小結嘅亞位來賓吼，家嘅轉行也差別清態哦，用辦公咯，先細細嘅來分享佢係啊，這個花蓮米樂有機果園嘅王燕儀大哥分享。大家好，我係王燕儀，東方娛樂都兩片。好，分享燕儀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歡迎你啊！怎麼跟我頭前按樣講呢？因為吼，呀燕儀哥家嘅工作真經係所長態嘛，真是差很大。頭擺黑馬嘅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Prada 當銷售員。Prada， 天哪！這是一個同阿群妹沒有相關的一個工作，是名牌精品的銷售員。做咗幾久嘅時間？20年。哇塞，做咗20年啊！唔過你還要來港中，一係咧動態嘅落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乜解會本而有按態嘅轉變冇？頭擺我啲台北的時陣，都係就是認為自己是都市人。是，你是了，因為生長在外面成長這麼久，是因為我國中畢業就上來台北念書跟工作這樣子，直到8年前才回去。是，那回去的時候主要是因為媽媽車禍。因為我跟我哥哥去加護病房探我媽的時候，我媽媽不認得我。那時候其實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衝擊，所以才開始想就是思考的時候，才覺得是不是應該回去照顧陪伴他們這樣子，陪伴長輩。對對。所以就想講，二老台北呀，這個在精品店銷售的這個工作，作為按久累積了這麼久，一定有很不錯的收入跟人脈，其實都成果都很不錯。按工，你要直接把這個一切結束，然後回到花蓮。對啊，之前在台北其實業績都還不錯，就是都可以是全台灣業績第一名，好多年這樣子。對對，第一名哎，所以其實真的頭擺喺台北嘅工作真係係非常非常嘅好，但是為到愛照顧不卡人，所以毅然決然就是辭退台北嘅工作，然後轉到花蓮，然後就直接決定愛第五卡開始來港中哎。哇！可是這個是你本來沒有接觸過的工作哎。因為我們小時候其實都在田裡面長大嘛，然後回去就是至少爸爸媽媽也在做，所以我們就跟着爸爸媽媽學習。然後學習1年之後，才有進去農改場做一些學習，然後了解一些農業的相關的知識，這樣子，一直到現在，然後也摸索了大概3、4年之後，我知道我的路要往哪邊走，這樣子。所以你係自家轉去不卡，先同爸爸媽媽學習比，還有自家再去進修，再去學習。但是等於說按用嘅話，可能你自己學習的跟爸爸媽媽給的個做法，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會有不一樣，但剛開始會有一些爭吵，或者是溝通比較激烈的溝通，比如說芭樂的修剪，像我爸爸，我已經跟他溝通3、4年了，他還是堅持他的做法，但是我的觀察是比較跟我爸是想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就會有一些比較激烈的爭吵。好可愛哦，看到呀胸片，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情。很幸福，但是也是會有爭吵，會有爭吵，但是因為是家人嘛，所以爭吵的那種不會延續，就是很快就沒有了，那個氣很快就沒有了，這樣子。那我們剛剛按勇跟磨合，到現在聽說還是沒有結果嘛，對不對？沒有結果，所以就是我爸爸做我爸爸的，然後我做我的，然後有爭吵的時候，我就會說，就是跟他說好，會聽他的，這樣子。但是我還是按照我的做法來做，這樣子。對，不過呀，就是漸漸的吼，這不同的世代會有不同的想法。對，不過其實呀的東西呀，這些土地呀，還有呀港中跟祖父，全部都是爸爸媽媽他們延續下來的。對，可以跟大家分享呀，都跟農場有種哪的東西嗎？
我们主要是4样的农作物，山蔬，然后芭乐，珍珠芭乐为主这样子，然后热带水蜜桃。水蜜桃，对，热带的水蜜桃，我好像没平地水蜜桃跟拉拉山或是里山的不一样，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晚轮西亚橙，晚轮西亚橙呀，主要是西种的东西哦。不过刚刚有讲到山蔬，完蛋了，我忘了查山蔬的客家话。你要对不卡有讲山蔬的客家山蔬，就按用讲呀山蔬，这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菜，就是。感觉去 TPA 去传堂吃饭的时节，可能会我很少吃到，特别点一个山蔬来吃。但是一般人像没有历年嘛，那没有历年不卡可能顺后就会慢慢没有这个种一道菜啊，可能林山没有种一道菜，不过某人种山蔬哦。像你们种山蔬是一个很特别的作物，就是当初家里种山蔬的时候，其实是我还在台北，然后那时候是农改场有在推广种平地山蔬，然后可能是利用那个种槟榔的园，然后做林下经济的在开发这样子。那我爸爸他们就是有自己有地嘛，然后也接受这样的资讯，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跟原住民去要那个山蔬的苗，然后自己种，就去改就种了。林下经济，因为其实是要有这个样会带电的这样子的环境，对所以就可以利用这个刚刚讲槟榔树嘛，槟榔树就都都带下，也可以开始种其他的东西，就可以种给山蔬。不过山蔬是一种冬天的菜，因为比如讲像热天的时节，就是吃到比较多叶菜类的嘛，像是翁菜啊、地瓜叶啊，的。寒天的时节就是吃一些十字花科类的，比如说什么白菜、高丽菜这些。那像这样子的山蔬，它有七嘎给出山的季节嘛？其实山蔬它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它冬天长得特别快，因为潮湿，然后阳光也没有很大。那夏天就气温比较高，然后太阳比较大，所以我们是种在平地，我们没有种那个槟榔。所以我们就要搭设施，就盖黑网，然后把它遮光，然后再装一些自动喷灌，然后让它保持潮湿湿润这样子。所以是用人工的方式，然后给引出一类有领养，还够又有喷水，按用给反应给山蔬。所以你们等于说是一个田地，然后是用来专门种山蔬的就对了。就有一部分，就大概2分地是种山蔬，专门用来种山蔬。那山蔬就是卖给我们瑞穗当地的3家很大的餐厅，这样很知名的餐厅。哇，这真的很特别，因为我完全没看过山蔬的田，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我根本也真也对亚洲的东西非常的陌生。故说节目当中呀 ，TPA 嘅港生农民啦，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其实山蔬啊，不是只有一种，因为植物都有非常多种品种嘛。那比如说我们有插花用的这样子的山蔬，那也有吃的山蔬，也还品种也还某品种是不一样的。对，台湾山蔬有3种，对，常见的，对，然后就是山蔬花。跟台湾山蔬跟南洋山蔬，那我们种植跟使用的山蔬是南洋山蔬。南洋山蔬就是可以吃的，对，就是它口感比较清脆，然后比较少苦涩味这样子。那如果吃到台湾山蔬会怎么样吗？就是它苦涩味比较重一点。但是以吃来讲，是南洋山蔬是比较好吃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同大家来分享给山蔬的品种就是南洋山蔬。给大家有讲到这个山蔬本来其实如果是在自然环境的话，山蔬会长在什么样的地方？树上或者是树下也会长对，大部分都会树上啊，槟榔树上啊，或者是山上的那个树上面都会长山蔬，但是在采集的时候就会变成比较困难。因为要去上树档，再过去摘下来，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对，所以才会就是推广在平地种植山蔬，或者山坡地种植在地下这样子。跟亚的像按用山蔬，你们自己要种的时候，你们现在的苗要怎么取得？我们当初是爸爸是跟原住民找那种南洋山蔬，那南洋山蔬就是要看它的叶背会有菱形的凸起，就是南洋山蔬，所以就是台湾山蔬跟南洋山蔬的差别在这边，这样子。
要看它的叶背。对对对。所以只要确认这个是南洋山苏的品种，那我们就可以种。亚哈做的看到那个胸片，它的叶背要有菱形的图案，对，这个才是南洋山苏，就都得拿来种。对，拿来种，然后我们会看它是窄叶还是宽叶，是，然后我们尽量会种宽叶的这样子。它是品种的不一样还是？对，有南洋山苏有分窄叶跟宽叶这样子。宽叶跟窄叶的差别是什么？宽叶就是肉质比较丰富，然后吃起来更好吃，比较好吃，口感的差别就对了。对。原来还呢，故事后今天的节目后很像那个知识大问答，因为对呀山苏真的是太陌生了。不过吼，节目还有更多时间，我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做到节目当中。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下山蘇。山蘇真係係當地片的一種菜，一般人可能唔係真見會看到其中嘅方式。啲野外嘅話，家下今日嘅來賓啊，演一個同大家來分享，佢係上到蘇嘅蛋糕，啲刺眼嘅環境係上到蘇嘅蛋糕。唔過因為因為愛放片中，然後佢曬到平地，按用中，然後把它營造成一個適合它的環境，還有캠嘅舞步啊，然後灑水啊，營造這個陰暗潮濕的環境。然後唐貢娘嘅田地係很整齊的，因為就像種菜一樣。我剛回去的時候其實是很亂的，然後採山蘇常常會剛斗。他回去的時候就開始把它重新整理過，然後種比較整齊，這樣我爸爸施肥或者是我們在採摘的時候，它有一個順序，這樣子，對，就種得比較整齊，這樣子。像這樣子整齊的種山蘇葉的外形，是不是也會長得比較好看？我們要拔起來再重新種，所以它有時候拿起來的時候它是長歪的，所以我們必須要看它的那個生長點，然後平平的，就是讓生長跟地是平行的，種下去，剛種下去它是長歪的，但是時間久了，它會慢慢再長回來，就很漂亮的一個鳥巢的形狀這樣子。好奇怪哦，真的是一個懂神奇的作物，因為頭個真見懂少看到安陽種，不過像安陽嘅山蘇嘅有天敵嗎？會不會有嘛個蟲來特別好食安陽嘅？它蟲子吃的比較少，但是它主要的那個吃它的是蝸牛跟蛞蝓，因為這兩種生物也比較喜歡潮濕、陰暗的環境，就是其中的環境就會侵蝕它野肉啊，要的東西來生長，所以就是最頭痛的就是蝸牛了。對，然後之前都會種，比如說薄荷葉啊，或者是那個萬壽菊，去看他們會不會比較，但是好像效果沒有很好。所以後來沒有用那個苦茶粕。苦茶粕的話，因為連蚯蚓會死掉。對。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用剪的，剪然後一包，然後拿去山上把它放掉這樣子。所以只能用人工了。對，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目前還沒找到。對，就是我們做有機本來就是大自然留給我們的，然後我們就接受多少這樣子。對。搶走的案呢？不過吼，像安陽山蘇，我們以前生物課本有學到，自然課有學到，山蘇是一種蕨類植物。蕨類植物的繁殖是靠孢子，就是第亞北嘅後部有那個孢子囊，裡面有孢子來繁殖。那亞柳種亞柳山蘇的時間是也是靠它的孢子這樣子繁殖嗎？如果我們需要更多的植栽的時候，因為我們山蘇進去就是有種一排的龍眼嘛。那龍眼上面都有很多山蘇如果我們要的話，我們就從龍眼樹上挖下來，再種在地上就可以了。好奇妙，真的跟我們頭擺種東西的概念完全不一樣，就不是說我會先去買菜用種來種，不一樣的概念。然後它的植栽旁邊也會長側芽，那側芽長大的時候也可以把它分切，然後再種這樣子。對，所以這個山蘇真嘅係懂 TP 咯。不過今日嘅節目當中，總唔得搶講聽聽要吃，對不對？所以 TP 有準備順風嘅水滾呢，要麻煩這個鯰魚膏來然後穿燙一下。好。
对，用汆烫是最好吃的方法嘛？你觉得？因为在摄影棚比较方便，然后一般的话，我们都是用那个大火快炒，然后加一些辣豆瓣啊，或是小鱼干之类的，很嫩、很清脆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在吃山酥的时候，都是吃它的嫩芽。嫩芽，对。嫩芽，我们可以把火对转大一点点，可以转到最底。对。它其实不用烫很久哦，烫一下就可以了。烫一下就可以。对。我好像印象当中一冲东九芒色色豆呀，这个山酥了。头拜黑色好像是有点像是调味，我记得是有点像是加小鱼干快炒。对。然后其实这种方式是更养生的哦。然后我们烫起来就把它夹起来。对。然后我们可以淋一些橄榄油。橄榄油。那我今天准备的橄榄油是那个有橙味的。哈？橙花味道的。对。没黑你去给它做。不是橙花味道，就是香橙的味道。哦，香橙味道的。对。这样淋着。哇塞！感觉很像什么法式料理的感觉。对。只是我摆盘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就很简单，只要撒锅以后，简单做一点调味。这个我不太会开。我看看。哦，再看。那应该是反过来，对。撒一点盐吧。这个是玫瑰盐。撒一点玫瑰盐。哦，今天好高级哦，不仅很养生，还很高级。然后再一点点我自己做的那个辣椒酱的辣油。所以泰狗你黑吃豆公山酥跟这个辣的味道很搭，是不是？对。哦，好，来吃吃看了，我真的很久没有吃这个山酥啊，很香哎。你看按用批豆给这种有一点像是不是菜的味道，它是有点像青草的味道了。对。好，来吃吃看呐。因为奶条吧，记得你吃山酥好像有一点黏液，但是这个吃起来它的黏液其实很少，脆脆的。我们会知道有黏没感觉，但是有脆脆的感觉，然后有那个香香的味道。哇，我觉得这个清甜的感觉很好吃哎。所以其实平常去吃山酥，我印象当中吃到的山酥好像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是不太一样。那个都市的有的山酥它是剪的。用剪的，所以它会有比较老的部分哦，不会它然后我们的采集的方式，我们是用手，因为它如果老的话，它很难采下来哦，所以我们就是只能采下来，就它全部都是嫩的，最嫩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切，就是把老的切掉这样子。对，然后以前我吃到的好像也会有一点苦苦的味道。对。以前还记得好像可能会先砂锅，把那个苦味先烫掉。对，但是这个就不用了。不用，对。所以你看，弄个山酥吃起来就很冇穷用，好好吃哦，又脆又甜，然后又唔会有腐嘅米稀。啊，唔讲除咗呀，种嘅山酥可以吃以外，然后给些芽菜，其实。烟姨泰狗，你也有在推广其他可以吃的野菜。对，因为我推广的野菜是我们小时候就有在吃，爸妈都会煮给我们吃。然后只是有一种是最近比较新兴的，那我先讲就是八生菜。八生菜没有听过。假人参，它有别名叫假人参。哦。然后它可以生吃，然后它可以修护脑神经，这样子。然后那个。马齿苋就是底波莲，我们都称底波莲。竹马嫩，竹马嫩好像有听过，好像也有吃过。对。然后它就是是天然的抗生素。哦，但是有一种米稀，野菜好像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对，但是因为很多野菜都有特殊的味道，但是我推的这3种味道是都市人都很能接受，比较能够接受的。然后另外一种是赤道樱草。赤道樱草。然后有人说它是活力菜。然后也有人称它是那个枸杞叶、枸杞油，但它不是枸杞，它的叶子像枸杞叶好漂亮哦！这个菜也太美了吧！对，它是冬天会开花，所以它这些菜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是它休息开花的时候。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它长得特别好，
营养价值也特别高。我之前有听到，就是懂带都散红原饮，他们其实日常生活中就是很常吃这些野菜。是。不仅他们的吃的菜更多样，能够摄取到的营养也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有机飞给他分享大家去多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野菜，对不对？对。那其实刚刚没有讲到，除了亚的种山蔬以外，没有种其他的果子，比如说刚刚讲的瓦伦西亚橙啊，然后还有水蜜桃啊，还有芭乐啊，亚豆。古时候亚豆还有做水果的加工。水果加工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家有种水蜜桃，但是水蜜桃的虫害太多，所以它可以完整包装出货的数量可能只有30%，70%都是 NG 的，所以我们要处理它 NG 的。之前我爸他们是拿来做那个水蜜桃露，然后但是水蜜桃露的话，就是我们不能直接贩售，因为会有那个酒精的浓度的问题，对，所以变成是你做得好，只能做我们可能送人这样子，不能贩售，不能卖，对，然后有做成水蜜桃醋，但是它销售也没有那么理想，到后来我做成水蜜桃果酱的时候就卖得很好，对，果酱是好商人就懂中医，然后弄人家妹做点拿来蹦个吐司啊什么的，对，都懂后生，对，所以就因为有机种植，某办法有懂讲的这些漂亮的水果，有一些 NG 的水果 MV 都不会大送给，所以就把它拿去来做加工来做果酱，对，那甚至连瓦伦西亚橙也可以做糖制橙片，然后橙花果酱，就是用它在采收的时候刚好它也是开花期，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果肉取出来，然后再加那个橙花，让它有橙的味道跟花的香味，好特别哦！果酱里面含嘎橙花，听起来就很高级。对，因为在法国来讲，橙花它是很高级的香气的东西。对。那除了瓦伦西亚橙做果酱以外，还有这个洛神花的蜜饯。洛神花就是每年夏天我都会种洛神花跟紫苏。那紫苏我会做紫苏茶。然后因为现在没有紫苏了，所以没有带来。然后这个的话是之前今年做的，9月、10月可以采收，然后做成蜜饯或者是洛神花茶这样子。然后还有刚刚生豆给好吃的辣椒酱，对，听说是非常受朋友喜欢。它的回购率很高。古时候你看哦呀，农民有按豆给资费，唔但抢种出按好嘅农产品，还有懂豆嘅加工品哦。所以嘅本台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转到节目当中哦。好，欢迎又转到福喜来的节目当中，我是钟怡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一个伫台北做精品的销售员，做为20年，我20年哦，啊，唔过伊哈转到种哈做农事做港中人，又做为20年嘅时间，有这么大的转变。当然，没做的台本富卡的这个农业有某样样嘅一面，比如讲，像现在就是有越来越多农场会开始经营，比如说观光，是对。那你也有咩用用咩，也有像台港去到农业地度去做一些农事体验或者是 DIY。像你也有个 DIY 是很特别的 DIY 哦。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规划那个 DIY 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产业是相关的嘛，所以我们产业是以水果为主，所以我们就是会以水果为出发，所以我会做水果爆爆珠。水果爆爆珠是什么？完全没有听过。水果爆爆珠就是用我们的香槟的果汁，或者是那个洛神花果汁，或者是紫苏茶，这些都有颜色的，对，或是芒果的果汁，然后可以加那个海藻酸钠，然后把它摇匀之后滴在乳酸钙的水里面，就像 Encanto 给胸片，这样子滴出来就会是一颗一颗的珠珠，对。然后不会跟水融在一起，不会，因为它是阴阳离子的交换，它就是对厨师来讲是一个分子料理的概念，这样子是分子料理，好特别哦。对，因为之前好像就是有看过，好像有厨师也是类似像这样子做，但是你是用果汁的方法，对。然后这样一颗一颗，它是也会做得生嘞。
可以吃，就放在饮料。现在手摇饮料里面都会有这些。哦，现在它吃起来是什么？只是我们是用天然的果汁去制作这样子。给你吃起来黑嘛，给 Q 就像是那个果冻，小果冻，一颗一颗的小果冻。哦，所以这是你们的特色的这个 DIY 课程。对，这个还芒色糖糕，在其他果园是没有听过的。对，水果爆爆珠，因为我们要有区别性嘛，特色，所以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那除了水果爆爆珠之外，还有老奶奶柠檬蛋糕，这个很高级耶，这个 DIY 做得出来，这不是要那个要请厨师或者是烤蛋糕的师傅才做得出来吗？其实它很简单，所以他像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会，就是我们直接教他怎么做，然后他会学，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就很适合亲子的活动这样子。然后很多客人都是没有做过蛋糕的，所以他第一次做蛋糕，第一次就成功，就很有成就感。对，而且很漂亮，而且又可以体会到这个好的食物的味道，对不对？最原始的食物的味道，从产地到餐桌，就直接在你们那边就可以体会到了。哦，所以其实像这样子，就是等于说我们从最初阶的，从中东西都卖东西，都亲密做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观光，其实就是燕如哥，你转豆腐卡，你想要做的从不一样的改变，因为进去农改场学习的时候，就知道说，农业不是只有种1级的产业，它有2级的加工跟3级的休闲农业，所以加起来是6级产业。哇！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未来农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其实我们花莲是已经比较晚在发展这个部分，那其实宜兰啊、桃园他们都发展得很好，非常多的观光农园或果园，对，所以亚哈维都会发展按用给这样子的方向，所以也在布卡劳整合了一个农舍。那这个农舍有哪点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因为当初要盖这个农舍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我要做这些事情，主要是为完成我爸爸的梦想，他想要在田里面盖一栋房子，他要搬进去住。那我借由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可以在里面规划有一些我自己的空间，可以经营这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里面有我的加工室，然后有一个开放的厨房，还有一个综合的空间，它可以当餐厅，也可以当做 DIY 的空间，也可以上课。所以你们把七嘎布卡给果园旁边就盖了一间农舍，除了七嘎带营哦，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就是欢迎大家来这里体验，或者是吃东西的一个空间。打工换宿这样，打工换宿也可以，也可以。哇，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还有一个转变，对于阿爸阿妹来讲，应该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了吧？对他们这个部分，他们。其实他们对我很放心，就是也很信任，这样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他们陌生的东西。对，就是我爸他们目前就是他们帮忙可以做什么，就对种什么，他们就做它，然后我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这样子。那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转变也不错？他们的压力比较少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获利会比较好，所以变成家里的重要开支现在是由我来负担这样子。所以其实用新的观点来开始听听的做呀个人嘅转型，没有目标用嘅转变哦。不过唔单像按呢，转到花莲接近快10年了嘛，8年这么长的时间。那其实唔单像自己在自己的个人低度单打独斗，也有跟其他的农民朋友一起合作。有比如说跟人家合作，或者是跟一些行销公司合作，或是跟小农成立市集这样子，经营这个市集这样子。你们经营的市集叫做什么？花莲好市集，就是好人多的地方总有好事发生，所以我们是用好事情的那个好事情，好事情后私情，但是也是私心。这个市集它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位置吗？有，我们就是固定每个礼拜6的早上9点到12点，在那个花莲的旧铁道园区文化2馆。所以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小农，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有哪一些？里面你说市集里面有哪一些农友这样子？主要都是经营有机或友善的小农可以申请这样子还有一些手作的摊位，或是熟食的摊位，这样子。
所以到礼拜六，对，礼拜六嘅9点到12点去这个旧铁道的广场，就都得看到是花莲好市集来同大家分享。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燕如哥你特别带来的这个山蔬，它的包装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包装还冇共用的。是，因为我们市集主要是友善环境嘛，那友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减少塑胶袋的使用。所以，我们市集的小农都会使用比较天然的包装的材料来包装自己的蔬菜，这样子。那我不是第一个，就是我是跟着有些小农是这样做。那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推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蔬菜都是用月桃叶，然后用那个香茅叶去捆绑。对。然后，如果长的蔬菜的话，我们就是用姑婆芋的叶子。去包它。姑婆芋的叶子，那姑婆芋不是有毒吗？它可以包装，但它不能吃。所以我们曾经有客人就是以为都可以吃，所以拿去煮，就后来真的去医院。所以我们现在都会跟客人说是姑婆芋，所以不可以煮，对，不可以吃。但是用来包装没有问题。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因为比如讲像我平常时我上班我没办法去菜市场买菜，去菜市场的话，我当然可以跟他讲说，我不要包装，我不用塑胶袋，我做得去给带推的。不过像我去讲的可能是下班的时间，我才可以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不过像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大概赚都不卡，我就会觉得天哪，我的包装盒好多，不管是保丽龙的，也是讲塑胶推的，也是讲塑胶盒的，全部都好多。对，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保持水果的新鲜度。对，然后这些东西又没有办法重复利用。对，所以就觉得很可惜。故说像按用的实习，都得天天来本台家新的某 Q 用的概念，这个环保的概念。对，那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花莲，因为跟其他的农友，大家跟其他的伙伴一起，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市集。像我们今年是10周年，所以一个市集要生存10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我们今年借由今年的10周年，它是一个结束，也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年把我们市集的整个形象跟摆摊的那个方式都有做很大的突破。然后我们的 slogan 也换了，我们是土生土长一起照顾。然后就是我们花莲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市集，所以我们今年10周年就找很多不一样的市集来合作。那我们一起照顾环境，一起照顾土地，一起照顾地球，一起照顾作物，一起照顾人，照顾动物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主要的核心的想法是想说，花莲共好，大家都可以一起好起来这样子。其实这样蛮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像你当初回来花莲的时候，听说每次都很孤单，对，都没有朋友，然后种的东西爸爸妈妈又不太认同你的种植的方法，对。但是像现在这样子有一些市集，然后小农大家彼此聚集在一起，就可以互相的交流，对，学习。但是有一些事情也是需要去协调，对，这样子，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主要的方向嘛，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对，那如何把大家的想法把它整合为一样的方向，这个就要靠一些方式这样子。是，故说吼，今日真嘅董感谢燕如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很多，谢谢。你看哦，又分享到这个山蔬，又分享到花莲的这个市集哦。故说吼，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会喜欢今日嘅节目哦，希望大家休息一下，坐下来听同一下哦。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